会定期大会即将召开，那么议长有指示，就是说对于市政府的部分一直没有来跟议长来说明这个预算编列的状况。那跟议长及副议长各位总召、各位议员的报告主要是因为我们先前在7、8月间这个我们许副市长也有拜会议长，那针对一些议长还有议员关心的一些服务案件，那我们有特别再去说明。那议长有提示了，就是说这个预算编列等一下再去沟通。那就是我们在预算这个预算书印制完成之后，那这个送交到议会，那议长只是说这个本来这个沟通先暂缓，那所以说导致这个市府的总预算的整个的部分还需要一个时间来跟议长拜会，接下来可能还要再去跟各位议员有提出有疑问不了解的，先做一个事先的沟通。那当然，在议会在审查总预算，我们的议会的议程，目前为止出炉的议程是先总质询，接下来才做这个预算的审查。那在总预算审查之前，我们也将会把握时间，积极的跟各位议员来做一个说明。市长有心智，虽然迟了一点，但是我们也台湾市议会永远撇开大门。欢迎市政府来做良性的沟通，不是在媒体的报道，拜托，也不是透过媒体来做一个批评和指示，这是我个人认为不适当的。虽然迟了一点，但是我们台湾市议会大门永远是开的。伫前几天迄个台南市总部发的新闻稿，搁咱市政府用个网金。搁发新闻，搁讲啥物议会驻会，恁是会要求分的，我讲个听。即件代志就是东团协商的，党团协商，迄一天林义勤你无来，林志聪来，有个党团协商。即建议65岁以上的健保费，你要编出来。迄我建议的，迄无党的建议的。第二点，年长的2000块，你嘛爱编出来，人六都拢有嘛，是咱台南无。尤其即斗。都加100几亿，较早800几亿，即到1000几亿，这是拢我无党的摕出来。毋过我伫新闻稿看的当时你拢第2种。我无你无伫迄个民进党市党部，第3点就是讲社会福利、社会局、民政局，我是讲若比较6都啦，人别为一个社会局、一个民政局拢120万补助款，阮50万。比较阮永康43里啦，一里免2万，互伊无够钱一里剩1万啦。民进党诶，恁贵党诶，民进党套100到150、200，恁就拢无因啦。迄是无话讲民进党甲国民党是永远拢对立诶，毋过我无党诶足可怜啦，我只有13个啦。我若毋是讲，前你做市长，我也毋是讲无你出闹。小可一个建议尔，恁就人冒迄，讲我要驻会，啥物叫驻会啊？恁市政府无驻会，我们是要怎驻会？所以这你就要注意一下啦。我是建议社会补助呢，毋是建议摕去2万底下呢。这个工程建议款甲这个活动补助款的部分这个部分我想可能爱甲其他的参考其他的多啦来思考啦，来思考看这个司法性有偌是。迄个有司法性啦。至于这个健保费的补助以及这个年长的津贴，因为健保费的补助咱刚一遍，中央1000块，咱就2亿9，刚迄个重阳敬老金就2亿9。尤其你即道中央间发这1000块，都较可疑。平常时你毋要发。我交惯例啦。无啦，要送去啊，你发你1000块。逐年拢嘛安尼，也毋是今年才安尼。阮一个建议尔，就人冒迄。即几个恁市政府咱即个预算，佮毋拢民进党无咧发声嘛？
我感觉足奇怪，到底是民进党无来咧管台南市政府？咱们是一党领政的。都政党有问题，即件代志都是当冷静啊。互我的感觉就是当冷静啊。哦。你无出声，结果拢当发言人咧出声。议会的天职是监督市政。当若有议员想要安抚你也好啦，或者是要替你讲话也好啦，有当时你爱家己就有一点仔考量，爱出来的时候要节制一下吧。议会若如果有摕到你要想要摕你的好处，或者是摕到你的好处，你当面在媒体伊做你交代，做你讲，我相信伫即届的议员内底啦，大家拢足公正啦。啊，若要有诶足侪正就要表现互你看啦。啊，所以有当时啊，想过表现你会害着你啦。因为我的天职是咧监督市政，只不过恁今年加编百几个预算，叫恁来做一个改选，啥物讲配合恁的预算，做动恁的建设，难道这样子你可接受吗？你敢不当接受？当了21年的议员，3届的副议长，我知道轻重缓急。你该重视的电路案，那我也都加油到，这次39万全部都上去了。那至于刚才所讲的话，我台南市议会到目前为止已经感受到市长的诚意了。谢谢。那我就看国民党还有人没有来，看国民党再做个协商。那是不是在大会要来接这个案子下去审？是不是照林立锦议员所讲的？那我就还要再沟通一下。那至于刚才你有讲过，林彦宇议员呢，他所的建议呢？那如果在合法上、合理上，而且人家都有，你没有的话，这些案子是不是能够做适当的检讨、讨论，所以有一个转换的空间，那你就自己斟酌，自己去衡量，那你有自己的市场的裁量权，做个决定。那我们会随时台南市议会的大门都开着，谢谢，欢迎你来做适当而且良性的沟通，只要对台南市议会好，那我们就乐意接受。至于呢，刚才林彦议员所讲的，你也知道，那个案子呢是经过3党的协商的结论，而且还没有正式经过议会的提案通过以后才可以行文到市政府，才是台南市议会的议事。那只是3党的议事，通过林彦议员所做的建议，3党的代表人都有参加所做的决议，并不是自肥。我再次澄清一下，只是结论而已。还没有经过大会的结论通过，由市议会发文给你市政府，都还没有，所以有一些不实的部分报道呢，再次说明澄清。谢谢，乐观其成。